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。這一期咱們聊一聊強制執行。2026年7月16號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上半年司法審判工作主要數據。在所有數字裡面，最顯眼的是這一組，執行案件617.67萬件，什麼概念呢？同比上升10.12%。比 GDP， 比我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，比什麼 CPI， 比社零數據，那涨的都是遙遙領先。這是執行案件以10%的速度在增長。首次執行案件就是第一次申請執行的583.79萬件，同比上升9.9%。保全執行案件297.24万件，同比上升8.7%，執行完畢率40.86%，執行到位率51.14%。無論是保全執行案件，還是首次執行案件，還是什麼的這個增長速度都是非常快的，2位數增長，接近說明什麼問題我們經常介紹房地產節目的時候，會介紹房企是吧？房企執行案件又增加了多少？執行金額多少？有恢復執行的，對吧？然後是這個執行終本有多少件？終本就是終結本次執行，恢復執行有多少件，對吧？每天的介紹。那麼這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咱們2020年上半年這個執行案件的情況。刑事案件收案率降5.8%，民商事案件收案率降1.32%。也就是你看这個刑事案件還少了5.8%。那显得我們是不是現在治安好了？然後這個民商事案件就是這種民事訴訟也少了1.3%。這個就形成一個反差，是不是？執行案件還多了，但是收案咱們刑事民事都在下降，唯獨執行案件逆勢大漲1成，10%左右。這說明什麼呢？說明經濟前端在降溫，但強制執行末端在噴湧。過去幾年債務的積累正集中湧入法院強制執行這道最後關口。所以我們今天把最高法院這份數據要拆開看一看，專門講強制執行這件事，它正在發生什麼變化，背後是什麼信號，對債權人、債務人、企業意味着什麼。我們簡單點看2020年上半年全國法院受理的案件總量2136.5件這個增長1.1%。執行案件受理量是617.67万件，增長10.12%。首次執行案件這個我剛才都念過了民商事一審案件是11217.95萬件，這個是下降1.57%。與公司有關的糾紛一審是11.11萬件，上升了14.78%。這個數字是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上半年司法審判工作主要數據公布的。那麼最關鍵的這個反差就是民商事一審案件同比下降1.57%，但首次執行案件同比上漲9.9%。簡單的說就是打官司的人在減少，而要強制執行的人卻在暴增。這不是法院執行不力，而是債務週期進入兌現期的必然結果。它反映了這麼幾個信號第一個信號就是債務集中進入到強制執行期，前端降溫，後端狂飆。經濟糾紛從違約到強制執行往往有12到18個月的滯後期，可能這個它只是平均平均可能不止。我認為經濟糾紛從你打官司立案到最後執行，平均至少18個月以上。你要按24個月算是最好的。你把案子立上，到最後你可以案子結了你打贏了還是打輸了？打贏了去法院申請執行，這中間要2年，這是平均的2024年到2025年經濟承壓期積累的大量应收賬款、合同尾款、借款糾紛走完審判流程後，正在2020年上半年融入
強制執行程序，這是個堰塞湖啊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結構性收據與公司有關的糾紛一審案件11.11萬件，同比暴漲14.8%，也就是15%，這個漲得更快，是不是？就是公司類糾紛的漲幅遠超民商事案件的平均降幅。這類案件的最終歸宿，絕大多數就是強制執行、追股東、追公司資產、追關聯交易、追人格混同下的連帶責任。最高法在自己的數據通報裡說明說，以保促調成為化解糾紛、保障權益的關鍵一招。这什麼意思呢？潛台詞啊，說通俗一點，以保持就是先保全，用保全的手段，到時候啊来促進執行。這保全什麼意思？我給解釋一下。咱雖然不是法律專業的啊，但是我這個咱因為見過多啊。保全就是你起訴之前，你申請法院對他的財產進行凍結。凍結多少呢？凍結就是你打官司，比如你打官司追他，對吧？訴求是200萬，那你申請法院凍結也是凍結他200萬的財產，然後你這叫保全。保全要交費用啊，這保全一般的是你要拿相應的財產來做擔保，或者是你去開一個什麼保函吶，保險公司保函都是要花錢的。那這樣的話，你就把他財產給扣上了，這樣2年的漫長的官司啊打下來，如果你贏了，那法院直接就把這凍結的財產進行處分了。如果他給錢，那最好了；他不給錢，法院強制執行，就把你凍結的這個財產就去拍賣、處置、強制執行。如果沒有這個訴前保全這個手段的話，那有可能在這打官司的2年裡面，這個債務人呢，他一看自己恐怕要輸了，不行了，他把這個財產轉移贈送，對吧？他把這房子賣着了，賣完之後他錢不知道去哪了，然後形成一個把自己的財產形成個隔離牆，就跟那個許老板許家印一樣，自己名下啥也沒有了，你愛怎麼着怎麼着。所以說啊，這就打官司要先去保全，訴前保全。所以這個最高法院也說了啊，等判決下來再去執行，往往就晚了，財產早就被轉移了。必須在訴前訴中就把債務人的財產給凍住，叫訴前保全。這第一個。第二個信號呢，保全執行暴漲，強保全成為強制執行的勝負手。2020年上半年保全執行案件297.24万件，同比增長8.68%。把時間軸拉長看，保全執行從2024年上半年的193.6萬件到2020年上半年的297.24万件，2年裡面啊，增幅超過了50%。所以說保全這個案件那也是暴漲了，財產保全。這是什麼概念呢？全國法院每受理2件執行案件，就有近1件是保全執行。最高法把以保促執定位為關鍵一招，背後是一套清醒的認知。判決贏得再漂亮，被執行人提前轉移了財產，也是一紙空文。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啊，贏了官司輸了錢。你官司是打贏了，但是你為了打官司，你花了很多錢，花了好多精力，花了好多时間，最後你卻執行不回來錢，就形成一個贏了官司輸了錢。訴前訴中把賬戶、房產、股權、應收賬款凍結住，後續強制執行才有米下鍋。保全不是可選項，而是強制執行的前置主戰場，是必選項。你要不選保全，你還有一個保全還有一個好處什麼呢？有很多人這個律師都不一定搞得明白。保全要叫查封要先下手為強，因為你一旦告這個人的時候，這個說明這個人他已經債務纏身。債務纏身，如果你在跟他打官司，那個張三也在跟他打官司，李四也在跟這個人打官司，都在告他，但他就他們家那一套房，明明是你先告的，但是你沒有提前去保全。好，人家张三打官司比你還晚1年，你這官司還在打，人家去打官司的時候就把那哥們的房子給凍結了。那不好意思你這官司打贏了，你說我要去执行他的房子，
執行不了啊，張三先冻結的，你呀只能得个烟灰缸，那得緊着張三啊，这個房子賣完之後啊，緊着張三分，張三如果分完了之後還有錢，那就得看第二個是誰，第二個還不一定是你啊，第二個也可能是李四啊，李四他也跑去分了，結果李四啊比張三晚了一點，他叫輪後，變成第二個，你是第一個打官司的，你是起了個大早，趕了個晚集，有什麼用呢？官司打得早沒用啊，所以你看啊，這個貓膩就在這兒，所以說你一旦啊要告誰的時候，就為經濟糾紛啊，你先啥話也別說了，上去立案，馬上就查封他的財產，而且要快，爭取跑第一個。所以很多人啊，他打官司就起了個大早，趕了個晚集，官司打得早，但是他沒有做這個保全。現在很多人欠債之後，他那個債是不夠還的，他已經債務纏身，誰先搶到就是誰的。對債權人而言，這是個明確的行動信號。那第三個呢，就是質效高位啊，但承壓51%到位率背後的真實張力。他這文章這麼說的啊。最高法定性執行完畢率40.86%，執行到位率51.14%，保持高位運行。這個判斷啊，站得住腳。因為縱向看，2025年全年執行完畢率是39.29%，執行到位率50.59%。2026年一季度執行完畢率41.6%，執行到位率50.91%。2026年上半年兩項指標維持在高位。且在案件量同比增長10%的壓力下，保持了基本運穩定。這個怎麼說呢？啊，這個叫執行到位率、執行完畢率，這個就參考一下吧，不要單爭。你這個就是那最高院的意思就是我們啊努力有了成果，我們這個工作還是有進步的，你就知道是這個意思就行了。他想表達這個意思，只是他這個50.9啊、41.6啊那玩意不知道怎麼出來的，不重要了啊。它不像案件嘛。案件收一個是一個，明白啥意思嗎？立案立了就是一個案子，對不對？你那個執行案也是立了就是一個，保全案也是你保全了就是一個，對吧？這個好算，一個是一個。至於他那什麼叫執行完了？什麼叫執行完了？1毛錢也沒執行回來也叫執行完，這叫終結本次執行，終本。你這個案子去執行的時候，6個月之內，如果從他那兒搞到錢了，搞多少給你多少，對吧？不夠你就等着。如果沒搞着，對吧？他那對方1分錢沒有，法院他也沒招啊。6個月以後啊，你這案子申請執行6個月以後就終止本次執行，因為原因就是對方沒有可供執行的財產沒了，你這官司就結束了，你是竹籃打水一場空。但是不要急。如果你發現了說對方哪兒還有財產，你再到法院去，這叫恢復執行。你的執行已經結束了，現在你又發現財產了，那你再找法院叫恢復執行啊。所以說我們經常看到什麼恢復執行，就這意思啊。所以他這個說啊，執行完畢率40.86%，每100件首次執行案件，只有41件是全額拿完徹底消耗的。剩下59件沒有一次結清，執行到位率51%，判賠每100塊錢約51塊錢真到賬，49塊錢就是沒有到賬啊，就是懸着的。宏觀的51%和個人角度的0或100%存在巨大落差。這個怎麼說呢？這玩意啊，我只能說它這個數字，你不能追求100%的準確，但是它這數字的變動說明一個趨勢，就是執行到位率如果下滑的話，是不是說明老賴越來越多啊？經濟越來越差，那個確實那欠的債多，但是沒得還，對吧？你執行是100塊錢，以前還能拿回來80，現在只能拿回來70了，現在呢只能拿回來60，明年只能拿回來40，什麼意思啊？這就說明外面欠的債多，但是你能執行回來錢越少，只能說明經濟越來越差，對吧？可供執行的財產越來越少，對吧？反過來啊。你去年執行到位率是30，今年是40，明年是80，就100塊錢啊，那是不是說明這個經濟越來越好？那債務人他也能哪兒搞得來錢，或者他哪兒財產有了，或者他的財產升值了，對不對？他以前那塊地就值1個億，3年以後啊，他這個地啊值了4個億，值了4個億，那執行起來大家拿到的錢不就多了嗎？
就是這意思啊，就是說你跟着这個也能看出经濟好還是在壞。如果执行到位率越來越少，那就說明資產在縮水，債務人他也啥也沒有，債務人手上無非就是車，對吧？一塊地，還有一個還沒蓋完的房子，他的資產變現，對吧？升值了，那不就反過來也說明經濟好了嗎？對單個債權人而言，執行到位率從來不是比例題，而是非題，要麼全拿回，要麼拿不回。更直白的說法院強制執行系統在案多人少的硬約束下，正承受前所未有的負荷。617萬件執行案件背後是617萬個紙上權利等待兌現的真金白銀的硬任務。那麼星號4，失信趨於精細，高壓威慑與信用修復雙軌並行。什麼意思呢？2025年全年数据揭示一個重要的轉折，新納入失信名單的是233.98万人次，就是234萬呗。通過信用修復回歸市場是266.96萬人次，那就是267萬。信用修復人連續7個季度超過新納入失信名單人次，累計1865.2萬人。被執行人迫於失信懲戒壓力，主動履行義務，追究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4461人，民事裁判自動履行率61%，同比增長2.7個百分點。這個背後的治理思路是嚴格區分拒不履行的失信與無力履行的失能，也就是你拿不到錢分兩種，一種是他有錢不給，對吧？這就叫失信，拒不執行。一種是什麼？一種他就是沒錢，對吧？他兜比臉還乾淨，名下沒一分財產，家裡也沒財產，其他人還沒有，對吧？都是靠接濟過日子，那你說這叫失能，他也還不了了。一般就是兩種情況嘛。那麼對失信鐵腕高壓、惡意規避執行、逃避執行的追究執罪。2025年4461人被追究拒執罪，保持高壓態勢。2025年6月，最高法聯合最高檢、公安部出台關於辦理拒不執行判決、裁定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，組織密刑事打擊網絡。那對失能的呢，叫紓困修復，嚴把失信名單入口，嚴防無力履行失能被執行人納入失信，給誠實而不信的債務人鬆綁，貫通信用修復出口，讓積極改過的債務人有機會重新發展。實際上617萬件強制執行是中國經濟的另外一個角度的體溫計，或者叫司法體溫計，對吧？就是通過這個角度也能看出中國經濟有什麼問題，沒毛病吧？就是另外一個觀察角度。刑事案件降 5.82%， 民商事案件降 1.32%， 唯獨執行案件漲 10%。 這不是法院一個部門的數字波動，而是整個中國經濟債務周期在強制執行末端的集中投射。617萬件案件執行強制執行實際上在說明一個事情：過去幾年積累的債務正在加速進入清算期，而債務人的償付能力卻沒能同步恢復，加速進入清算期，對吧？那後面迎接的就是出清，就是清算的人多了，他反正也解決不了了，解決不了那就是破產吧。那对啊，你涉及到个人破產不了現在那就是涉及企業的，那就得破產，破產重整、破產清算。法院能做的是通過現代化執行體系，把紙上權利盡可能兌現成真金白銀，40.86%的完畢率，51%的到位率，2.2萬億元的年兌現金額，就是通過法院執行回來的錢是2.2萬億，這數字也不小啊，已是全球司法體系裡難得的高位數據。這反而說明什麼？反而說明我們的經濟秩序，對吧？是有待於這個進一步規範。官司越多是吧？糾紛越多，說明什麼？恰恰說明大家在這個日常經濟活動中不守法、不這個尊重法律，能蒙就蒙，能騙就騙。司法不是魔術師，但失能被執行人越來越多，
但信用修復人次連續7個季度超過新納入失信人次，但民事裁判自動履行率突破61%，這些信號拼在一起，指向一個更底層的真相。最高法這份數據既是一份成績單，也是一份體檢報告。成績值得肯定，交叉執行破局，信用修復常態化，拒執罪規則高壓，但信號更為警惕。617萬件強制執行的背後，是經濟出清的壓力正在向司法末端集中。接下來要看的是2020年下半年執行案件還會漲多少。同時咱們還看到另外一個數字，截至2020年7月底，全國在册失信被執行人已達到了867.7万人，連續8個月淨增，累計新增超過22萬人。全國每160個人裡就有一個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。更為關鍵的是這867萬人裡，超過80%名下沒有任何可供執行的財產，他們已經把能做的都做了，該借的也借了，親戚朋友也借遍了，信用卡刷空了，網貸也點完了，他們不是不想還，是已經被掏空了。過去10年，整個社会預期是向上的，那時候大家都相信工資會漲，房價不會跌，日子會越過越好。很多人就是在那個時候背上了房貸、車貸、裝修貸。後來經濟換擋，各行各業開始收縮，降薪、裁員、失業，一套流程走下來，當年覺得能扛住的月供變成了每個月都喘不過氣的壓力。房貸在居民負債表裡占了大頭，有人當年在高位買了房，現在賣出去虧掉首付不說，還得倒欠銀行。算完那筆賬之後覺得還不起了就停了，不是不想還，是算完之後覺得這輩子都還不完了。房貸之外還有消費金融，過去10幾年網貸野蠻生長，打開手機到處都是點一下就能借的廣告，沒有繁雜的手續，沒有完整的風險評估，不需要你證明自己能還上，只需要你刷一下臉。很多人第一次借只是幾千塊，後來為了還這筆又借了下一筆，再後來借錢的次數越來越多，利息越滾越高，銀行的正規低息貸款再也批不下来，等到反應過來的时候已經來不及停了。2020年上半年，僅24家持牌消費金融公司就掛牌了532億不良資產，對應超過1000萬筆違約貸款。那些錢不是憑空消失的，是每一筆幾千幾萬的小額借款，在利息和手續費裡慢慢長大的。40歲左右的人是失信被執行人裡占比最高的群體。這個年紀的人身上背着房貸，肩上扛着孩子的教育和老人的醫療，這些都是硬支出，一分不能少。工資夠用的時候還能撐，一旦收入斷了，第一反應就是借信用卡、借網貸先撐着，總覺得熬過這段就好了，結果越撐越深，不敢避，不敢停，不敢偷，不敢輸輸了就沒有退路了。有人說欠債還不是失信，是道德有問題。當看到這些數字之後，你會發現很多人真的還是不是不想還，是債已經還不上了，再逼也逼不出多餘的錢來。沒有人真的想欠錢不還，所有的負債人都想體面的活着，但雪崩發生的時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。以前走得太急了，整個社会也太急了，等一切都沉下來，你會發現原來無債真的是一身輕。所以這些數字在我們腦海裡面就勾勒出咱們經濟的另外一個角度，對吧？617萬件，就是上半年就這麼多強制執行案件，增長了10%，867萬人失信。這讓我想起是吧？前一陣子河北邯鄲是吧？哪個縣執行局的法官說，我就是缺錢，給我打錢，我們院长喜歡你，把握機会。這個法院執行難是個老大难的問題。大家知不知道全中國的法官有多少？全中國法官不到13萬。2020年上半年全國的案件是2132万件，一個月將近是400萬件不到，对吧？平均一個月嘛，400萬件，13萬的法官，那不就是平均每個法官30件？
除掉这個周六周日節假日，那麼工作日算上啊，大概平均一個法官一天是2個案子，這是平均，這是全國平均啊。實際上已經好多法官他是不審案子的，對吧？我們只是把它全部算上，你就知道這個法官這工作量有多少。那是上午一個案子，下午一個案子，只要一上班，一天至少2個案子你要審，至少。這個給我們普通人什麼警示呢？對吧？剛才我已經說了啊，如果你不幸陷入了官司之中，該怎麼辦？對吧？就剛才已經說了，你對吧？先不要扯皮啊。第一個就趕緊上手，先進行這個財產保全，然後趕緊去立案，財產保全。至於後面能不能拿得到，那沒辦法了，只能看天意啊。這個事已經發生了，對不對？我們現在做的是，因為當前的經濟形勢下，我們就不要再給司法機關，對吧？增加困難了，增加工作量了，不要再去麻煩司法机關了。所以我們要從源頭抓起，所以我們盡量不要讓自己陷入這種糾紛。大家要一定要高度警惕，就是你現在每萬處扔出的1分錢，都有可能成為一個糾紛；每借出去的一筆錢，每投資出去的一筆錢，最後都有可能成為糾紛呢。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把它存在公行，這是最好的辦法。你借給朋友，在這個環境下，他很有可能這錢借去了，就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那最後你是告他還是不告他？你讓他還，他還不了。告吧，贏了官司輸了錢；不告吧，那你對吧？那你這錢你就永遠要不回來，你心裡也不舒服。所以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，那最好的辦法就是堅決不借。每借出去的一筆錢，你就當作是捐款，那錢是不打算要回來的，對吧？是送給別人的。抱着這種心態，不要參與任何投資，任何投資都有可能是變成糾紛，又要去打官司，扯皮，扯到最後呢，一地雞毛。在經濟下行啊，這樣的事情是越來越多。我們在2025年、24年就說了，25年是应收賬款暴雷之年。但是25年好像大家還能扛得住，对吧？韌性嘛，這叫韌性，還能扛得住。那26年呢？你看26年是不是執行案件是10%的速度增長？後面還要增長，更快的增長，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沒辦法，只好去打官司，打完官司就強制執行。那應收賬款他給你要不來啊，所以這個強制執行案件上半年以10%的速度增長，這恰恰說明啊，咱們這個經濟的這個循環，這個血液啊出了問題。央行那個 M2 那麼多，對吧？他在金融機構之間裡面空轉，他下不來。下面這些人缺錢，他也借不到錢，他也沒辦法去把這債化解開，因為都全部攪死了，你欠我的，我欠你的，对吧？恒大欠我1個億，我欠外面的8000萬，實際上我還有2000萬，對不對？我欠外面8000萬，因為恒大給不了我外面8000萬我也給不了，我被卡在這兒。那我欠別人的那個人呢？我欠張三，那個張三他在我這兒有1000萬的賬，但是啊，他同時他也欠別人的，對不對？800萬，他還有200萬的利潤，但是因為我給不了他這1000萬呢，他也還不了別人8000萬，所以他也被拖死了，全部被拖死，這應收賬款。那恒大只是一部分啊，恒大是暴雷了，恒大是一部分，因為很多這個應收賬款它源頭是政府的城投債。政府的那個城投公司，对吧？政府的這個白手套，他們搞的工程欠下的錢他沒法給，沒錢，政府賣地收入下降，他没錢付，一個拖一個。前2年啊，你還扛得住，因為你還有存款呢，你還能到處這個周轉騰挪啊，所以你好像還能活得下來。但是越往後，對吧？你的騰挪空間越小，你的現金流就沒了，存款也花完了，那怎麼辦呢？下面人逼得急，对不對？看誰扛不住就告上面的，上面人被一告之後呢，那他就再往更上一層，对吧？別人欠他錢啊，他也告，所以這官司是越來越多啊。所以說不要指望這個強制執行官司會少，它只會越來越多，一直多到什麼程度呢？多到最後啊，全告了，都破產，就告到一定地步啊。比如恒大，他破產清算了，恒大2萬億，涉及到多少人呢？沒必要大家都告了，對吧？你告來告去的都沒用了，因為那邊已經申請破產了，那就按破產清算走吧。恒大欠我的1個億，我只能是0了，我沒有了，但是我欠別人8000萬呢，
那我肯定也給不起啊，那我也破產，對吧？我一破產，下面別告我了，告也沒用，都是這樣的啊。最後就是這種民事糾紛呢，這種強制執行案件達到一個平衡點的時候就完了，就不用再告了，因為我這破產清算了，大家都破產清算啊，所以說這叫出清嘛。哎，我就不用老天天惦記着恆大還欠我1個億啊，沒了，那錢清零了。那我欠別人的錢，別人也別惦記了，我這也破產了，對不對啊？最終就是出清啊，越早出清啊，實際上越好，對吧？等到都出清了之後，這個經濟它就見底了，這個時候恐怕又開始醞釀新的一輪啊，這個週期。那是什麼時候出清的？那就看吧，越早出清越好，你越拖到最後，反正呢就大家都難受。但是叫什麼？不見兔子不撒鷹，對吧？不見棺材不落淚。不拖到最後一刻，誰願意出清呢？我這一算，對吧？我還有2000萬的盈利啊，結果一出清我這沒了，对不對？我這從零開始，誰願意啊？都不願意，是不是？那不願意没辦法，因為誰讓這個恆大欠你錢？誰讓你跟恆大做生意的，對吧？誰讓你在恆大那賺錢賺得很好嗨，是不是？哎，這就是風險，這就是你要承擔的。所以那個在當前這個環境下啊，我們要做的就是不是說，對吧？已經形成債務關係了，你想着辦法去告他，那個都已經晚了。所以你現在要做的事情就不欠債，是吧？沒有債務關係。所以我一直說，對吧？可以騙你的人，不能騙你的錢，對吧？你可以出人就是頂多這個月工資嘛，沒了，這個月工資那我就仲裁，堅決不出錢，1個月2個月的工資而已嘛，對吧？那我還能賠得起。好。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評論，謝謝大家。